伫台中雾峰的内园路呢，这条产业道路伫19透早，这山架是规个放落来。当地农民也讲，今下是这个灵异在咧大出，本体是讲惊早起就当处理好势，所以因为这土变甲真松软，车路个细条真歹抢修。公所也预测讲要整修，可能阁爱开2-3天时间。 产业道路边的挡土壁规放起，规条车路有差不多50公尺长，拢互土石砍掉。怪手是继续咧挖，希望会当先清出一条路通行。台中雾峰的南园路这条产业道路的边坡，19透早6点向放山。虽然讲有挡土壁咧倒，不过也是规个互土石地过。在地农民都表示，当这条路断去，农产根本就运袂出去。 都无方便啊，因为啥？即马是严严的采收期啊，足侪人严严要再出再入啊。伊个屯的已经拢放落来啊嘛，即马就本来停地啊。公所是赶紧派包商来协助拍通，虽然附近无大人，不过这条路是爬山甲送农产的干道，原本是按算2透早就会拍通，但是这条路修过下，边坡的土石也真松，有过爱2-3天才会当完全恢复通车。 是私人向水利局申请的那个土地开发案，可能就是那场豪雨造成的那个土石崩落这样子。水利局也请水保业务人先以道路抢通为主，并提送紧急防灾处理计划。市府表示，因为放山的所在算是私人地，除了希望地主会当赶紧请工来清，嘛要求提出紧急防灾处理计划，避免搁再发生。记者综合报道。